最近的確發生咗同粵語非常之相關嘅大件事。廣州市市長為咗粵語傳承站台，為粵人團結境外華僑打氣，跟住國家6部門發文，提倡要將中華民族嘅語言資源保護同傳承作為重點文化項目嚟揸，實施中國語言記憶行動，支持學校建設語言教育環境，鼓勵公共場所建設語言文化景觀、旅遊線路等等，提高全民語言文化素養。雖然冇話針對邊個地區嘅方言啊，而係統一用語言嚟代表全國各地嘅方言。飛仔哥覺得呢個其實都啱。任何一個漢族語言區啊，好似粵語咁，語言同方言嘅標準其實好模糊。中華民族語言或者每一種方言，早就係民族融合嘅產物。每一種大嘅方言啊，其實都係一種博大精深嘅語言，代表咗相關族群幾千年嘅人民所有嘅生活經驗精華。如果一定要用普通話嚟表達出嚟咧，就會導致失真，甚至令普通話講得唔好嘅本地人失去咗講話嘅自信，失去咗對自己父母同家庭嘅家國自信，唔能夠因為普通話而荒廢咗我哋幾千年嚟傳承落嚟嘅傳統文化，荒廢咗各個民族地區族群嘅母語文化教育。唔能夠要求每一個人都講標準嘅普通話，而抹殺咗我哋各個地區嘅優秀語言文化，禁錮咗我哋嘅母語思維、創新思維。飛仔哥同好多支持粵語文化嘅朋友都希望呢份文件能夠引發未來嘅語言教育改革，中小學雙語教育應該提上日程啦。從語言傳承教育開始，等北方嘅朋友，特別係喺廣東生活嘅北方父母子女，能夠有動力去學粵語，支持地區融合、語言融合，等佢哋能夠真正融入本地文化，真正做一個新廣東人、新粵人。等我哋一齊去建設一個打破語言隔膜、心連心、安定團結嘅未來中國。大家話啱唔啱？一齊嚟支持粵語啦，學習粵語啦，多謝。